2026年7月13號夜晚8點51分，香港洋黃醫院華語影壇一代幕後掌舵人施南山安詳辭世，終年75歲。電影工作室發出一紙簡卷，訃聞上個華語影圈即刻陷入一片哀傷。由2022年開始，佢免疫系統持續衰退，前面病榻超過4年，後期因為嚴重細菌感染引發多個器官衰竭，耗盡所有生命力之後，喺親友包圍之下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。消息一出，港片黃金時代所有資深影人全部靜晒，林青霞掩面喊到唔停，張艾嘉連日唔安樂。與朕執筆這長文悼念成龍、甄子丹、舒淇、李冰冰、張藝謀、賈樟柯等海內影人一齊發文寄託哀思。最令大眾掛心嘅係同佢整整相伴36載嘅知己、愛人、事業拍檔徐克。入院7日，佢每日守喺病房門口，寸步唔黐。呢流之際，佢實實捉實施南山乾瘦嘅手，送佢最後一程喎。大眾一提起施南山，永遠黐唔開兩個標籤：徐克嘅靈魂伴侶，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幕後定海神針。佢出身富裕，留洋讀書，精通5國語言，仲有電腦同統計學專業底子。本來可以過安穩體面嘅精英生活，卻一頭栽入魚龍混雜、男人話事嘅香港影壇，憑住一身俠骨要情，尋起半個武俠江湖。佢陪徐克由籍籍無名嘅年輕導演做演，窄路走到揚名國際嘅武俠大師，拍拖18年，結婚18年，36年榮辱與共，就算最後好聚好散，依然係彼此最信任嘅事業夥伴。佢一生從嚟做過冇一部戲嘅主角，卻親手策劃《英雄本色》、《倩女幽魂》、《黃飛鴻》、《新龍門客棧》、《無間道》、《長津湖》等橫跨40幾年嘅經典名作。佢係第一位拎到柏林電影節金攝影機獎嘅華人女監製，登上綜藝全球8大電影人榜單，攞埋金像獎終身成就獎。佢單槍匹馬打通香港電影海外發行渠道，令東方武俠、港式市井故事走進康城、威尼斯、洛迦諾各大國際影展。理念病痛，佢從未放下電影工作。人生落幕，留低2段無法複製嘅傳奇，一段耕耘半世紀，照亮華語影壇嘅事業征途，一段相守36載，愛得坦蕩，分得體面嘅半生情緣。本文會完整記低佢同病魔對抗嘅最後歲月，圈中好友輪流探病嘅溫暖瞬間，橫跨50年波瀾壯闊嘅職業生涯，仲有佢同徐克糾纏一生，愛恨交織但永遠體面嘅36年相伴歲月。電影工作室官方聲明清楚寫低施南山嘅病歷源頭。2022年，佢免疫系統出現無法逆轉嘅損傷，身體機能由呢時開始直線下滑，長期伴隨乏力、免疫力差、反覆發炎等併發症，徹底告別從前神采飛揚、周圍飛各國電影節嘅狀態。嗰陣時講圈中人只當係長年超負荷工作累出嘅舊患，冇人估到呢場病會纏住佢4年，最後奪走佢性命。年輕時嘅施南山精力旺盛，經常連續轉籌備影片，周圍飛做海外發行，通宵開會，跨國出差係家常便飯，作息飲食長期唔規律，透支咗身體底子。步入70歲之後，潛伏多年嘅健康隱患一次過爆發。頭2年，佢仲硬撐出席業界活動，唔想對外展露自己脆弱一面。2023年唔同電影論壇新戲首映禮，佢依然西裝整齊，銀髮打理得乾淨。呢係細心嘅老友會發現，佢要曬日坐低休息，隨身帶住藥。從前可以獨自穿梭會場，嗰時身邊一定要有助手扶實。
徐克嗰陣已經時刻掛住佢，每次做完工作第一件事就問佢身體點，主動包晒兩人合作項目大部分行政瑣事，減輕佢負擔。2024年佢健康狀況肉眼可見咁惡化，成日低燒，不斷感染。醫生多次勸佢靜心休養，減少公開露面，但佢放唔低電影事業，仲繼續參與長津湖系列海外宣傳，扶持新導演計劃。片中後輩回憶嗰時同佢開會，佢講下講下就會面色發白，悄悄靠實椅背唞氣，但從不會中斷工作，更加唔會主動辛苦。2025年4月11號，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，係施南山人生最後一次盛大高光。佢同徐克一齊攞金像獎最高榮譽終身成就獎，只有林青霞親自上台幫佢哋頒獎，三個人一企埋一齊嘅畫面，成為港片史上經典一幕。當日是南宋着咗深黑色線片長裙，能貨梳得整整齊齊，氣場依然強大。上台發言思路清晰，鬆容多謝行業，多謝身邊一班老友，台下掌聲停唔到。但現場媒體鏡頭影到一啲唔易察覺嘅細節。上台全程佢要靠拐杖彈住身體，落台時徐克好自然伸手扶住佢，坐低之後長時間閉眼休息。事後林青霞私底下講，頒獎前1個星期，施南生先做完一輪抗感染治療，醫生本來唔建議佢出席大型活動，但佢唔想辜負呢個屬於兩個人、屬於香港電影嘅榮譽，硬上身體完成殺歌典禮。嗰陣佢已經瘦咗好多，只係禮服剪裁修飾遮咗虛弱嘅樣，大眾只見到佢嘅風光，冇人知佢獨自挨緊病痛折磨。2026年變成佢生命倒數嘅一年，免疫系統持續衰敗，身體抵禦病菌嘅能力幾乎清零，健康狀況急轉直下。我是好是南山出席圈中老友谷麗美嘅設靈儀式。呢個係佢入院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，現場相睇到令人心痛。佢瘦到面頰凹陷，面色蒼白冇血色，全程要拄拐杖先行上落樓梯，一定要兩邊老友扶住，講嘢聲音細到幾乎聽唔到。半個鐘頭儀式完畢，即刻有助手送返屋企休養。港媒即時察覺唔對路，接連出文關注佢健康，無數影迷、電影從業者流言祈福。面對外界關心，佢團隊只簡單回應身體少少唔舒服，靜心休養就得。施南生本人唔想消耗大眾注意力，刻意淡化病情，返屋企之後仲繼續處理電影工作室日常事務。踏入7月，致命危機突然嚟到，引發多器官衰竭，持續高燒唔退，藥物治療效果微乎其微。7月6號，屋企人即刻送佢入香港楊和記院深切治療部，開始最後嘅救治。由7月6號入院，去到7月13號辭世，短短7日。楊和記醫院 VIP 病房樓下，幾乎每日都有港圈重量級名人低調現身探病，幾十年老友輪流守候，用陪伴送俾呢一位影壇前輩最深切嘅掛念。老友探病嘅人演，徐克係陪得最耐、到場次數最多嘅一個。7月6號，施南生入院消息一出，佢放低手頭所有新戲籌備工作。每日一早去到藝院，直到深夜先黐開，大部分時間靜靜坐喺病房外等，唔接受媒體訪問，只係等嗌護講病情進展。7月9號黃昏，日日蹲守嘅記者接到徐克鏡頭底下佢三個人疲憊，眼布滿紅血絲，把聲充滿心痛同懇切。佢而家需要安靜休養，希望大家唔好騷擾。多謝所有人嘅關心，我會幫佢收晒所有祝福。短短一句說話，講盡半生顧念。
就算兩個人2014年已經黐婚36年相伴嘅情分早已超越夫妻身份，入到病房佢會細心幫佢抹手心，調整靠墊。講返兩人年輕一齊闖影壇嘅舊事，講拍線女幽魂黃飛鴻嗰陣嘅趣事，盡量減輕佢治療期間嘅痛苦。呢流當晚，所有親友都喺隔黐，徐克一直實實捉實佢指手，直到生命跡象完全消失，好耐都唔肯放開。事後佢同傳媒坦言，佢就唔會有我所有電影，佢陪我行完人生最重要嘅一段路，最後呢段路我一定要陪實佢。林青霞同施南山相交40幾年，係彼此生命入面最重要嘅知己。得知施南生病重入院，佢放低屋企所有瑣事，第一時間揸車去養和醫院，全程着黑神化妝，刻意笠實冇閃遮陽，唔想曝光打擾病人休息。佢喺病房留咗緊2個鐘頭，黐開嘅時候雙眼紅晒，全程唔出聲，面對鏡頭半句嘢都唔講。林青霞曾經自轉鏡前鏡後寫低對施南山極高嘅評價，佢係100%痴情女子，將所有熱誠奉獻俾電影，奉獻俾徐克，內心柔軟但又好強。我對佢係超越尊敬嘅欣賞。佢知施南山早就簽咗器官捐贈同意書，佢喺底下感慨，就算走到生命盡頭，佢依然心懷善意同溫柔。之後2日，林青霞再單獨去醫院，帶住自己熬嘅滋補湯水，同施南山輕聲傾偈，避開病痛話題，講返從前一齊去康城參展、結伴出遊嘅舊時光，盡量為病床上面嘅老友大安慰。張艾嘉同施南山認識喺新藝城時期，共事40幾年，兩人交心交底。7月6號入院第一日，張艾嘉即刻趕去亞院，神色焦慮。7月9號再一次到訪，留低1個半鐘頭，係探病時間最耐嘅圈中老友之一。出外院面對記者，佢難掩擔心。溫和回應大眾，大家所有關心，我會完整轉遞俾南山。佢好堅強，一直努力同病痛搏鬥，希望所有人俾佢多啲安靜空間。兩人私底下無所不談。施南生婚姻最低谷嗰陣，張艾嘉一直陪喺隔黐，聽晒佢所有心事，幾十年風雨從未疏遠。資深傳媒人余爭係70年代帶施南山入影視行嘅引路師，得知老友危殆，第一時間趕去藝院安靜陪實，回憶兩人初入電視圈涯世界嘅歲月。一手拉施南生入電影行嘅黃百鳴，放低片場工作專程探病。新藝城其他創辦人麥嘉、石天、泰迪羅賓等人分批低調到場。當年新藝城初創，全靠施南山搭建院整製片、財務、發行體系，呢班70、80年代一齊創業嘅老友，而家住喺病房外，滿心惋惜同擔憂。戲院之外，無數受施南山提攜嘅新生代影人、國際導演紛紛發文祈福。甄子丹、舒淇、李冰冰、楊千嬅等演員盡在消息，祝佢平安。張藝謀、賈樟柯、陳凱歌等內地導演，仲有好多海外合作過嘅國際監製，透過工作室送上慰問。頗瑤國際電影展、康城電影節官房賬號一齊出文，話呢為打通中西電影橋樑嘅傳奇女性祈禱。多器官衰竭情況不斷惡化，現代療手段已經無能為力。2026年7月13號夜晚8點51分，喺徐克、林青霞、張艾嘉一眾親友家人圍繞底下，施南生停止呼吸，終年75歲。當晚電影工作室即刻發出官方訃文，證實此世消息。
講清楚完整病歷同死因，話俾大眾知追思會、告別儀式相關資訊會另行公佈。消息網上瘋傳，短短1個鐘頭登上全平台熱搜，華語影圈集體陷入悲痛。甄子丹發文，驚聞噩耗，悲動難掩，男生姐，你為電影燃盡一生。往後光影之中再相見，只剩無盡懷念。林青霞長文悼念，世間再冇如此通透洗脫、心懷大愛嘅俠侶。半生光影，一生坦蕩，一路走好。徐克接受傳媒簡短訪問，把聲沙啞，佢搏鬥到生命最後一刻，所有人嘅關心佢都收到，願佢放下所有病痛。志在遠行，各大電影節、影視公司、院線官方賬號全部轉黑白頭像，悼念呢位曾喺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幕後功臣。1951年8月8號，施南生上海出世，屋企環境好好，老豆係南非做生意，家底豐厚。細個跟屋企搬去香港，16歲獨自去英國寄宿學校讀書，之後入北倫敦理工學院主修電腦同統計學，喺當年屬於好前衛嘅專業。讀書期間周圍遊走多個國家，流利講中文、英文、法文、日文、西班牙文5重語言，頭腦理性清晰，擅長財務統籌、商務談判。同時又有文藝審美，好鍾意電影同文學，早早就埋下投身影視行業嘅念頭。1975年，24歲嘅施南生學成返香港，嗰陣佢有份高薪外企，葛佛前途一片光明，卻毅然減，仲係起步階段嘅香港電視行業。初入行，先後做無線電視、香港電台、佳藝電視、麗的電視、由公館。節目策劃做起，憑出色語言能力做國際節目即時翻譯，仲主持過環球小姐香港區選美直播。短短幾年，一路升到麗的電視製作部副總監，完整吃透影視製作、宣傳、預算、商務成條產業鏈運作邏輯，練出旁要追唔上嘅統籌能力。70年代嘅香港影壇完全係男人話事，女性從業者多數只可以做演員、普通文員，極少人可以碰財務、發行、高層管理核心崗位。施南生憑專業、果斷、沉穩嘅性格，打破行業性別牆，成為當時全港極少數手握製作決策權嘅女性高層。1981年，新藝城影業剛剛開張，麥嘉、黃百鳴、石天等新藝城七怪擅長創作劇本，卻完全唔識控制開支，海外發行，公司運作亂晒，資金周轉晒日出問題。黃百鳴睇中施南生嘅統籌天賦，即刻預支人工邀請佢入職，施南生正式由電視圈轉戰電影行業。呢個決定徹底改寫香港電影發展軌跡。入咗新藝城，佢做行政總監，第7人，創作團隊入面唯一女性，掌握公司財務、預算、製片、海外發行全部管理權。嗰陣新藝城拍戲模式好粗放，一日20個劇組同時開工。工作人員隨身帶現金拍戲，冇標準化預算制度，好容易超支蝕本。施南生入職第一件事就建立完整工業化製片流程，訂立標準拍攝預算、成本控制、回款機制，規範劇組財務制度，令天馬行空嘅創意變成可控、有錢賺嘅商業電影。商業發行方面，佢開創香港電影全新海外發行模式。1982年，佢帶住爆火電影最佳拍檔去康城電影節參展，找住港式動作片冇文化隔閡、定界實惠嘅優勢，向全球片商推銷，一舉打開東南亞、歐美細眾市場，令港片唔再局限香港本土，賺到大量海外票房收入。有佢掌舵，新藝城陸續拍出最佳拍檔季、馬智多星難兄難弟等票房大作，
80年代初就同邵氏、嘉禾三分香港電影市場，拉開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序幕。圈中人評價新藝城七怪負責諗故事，施南生負責令故事賺到錢落地，破佢就冇有新藝城嘅全盛時期。1978年，施南生去東京出差，認識當時只係新銳導演嘅徐克，兩人互相欣賞，互相情愫。1984年，徐克黐開新藝城。施南生毫無猶豫放棄新藝城穩定高位，陪佢一齊創立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，開展兩人事業同愛情綁定嘅黃金30年。兩人分工互補到極致。徐克係天馬行空嘅創作者，專心寫劇本、構思鏡頭、執導拍戲，滿腦子武俠江湖、奇幻想象，對財務、賬務、應酬一竅不通。施南生一手包晒電影所有幕後瑣碎事，揾投資、定拍攝預算、對接院線發行、去海外電影節參展、媒體公關、劇組人事協調、化解片場各重爭執，一個人扛晒3間公司所有營運重擔。開業初期資金短缺，佢周圍奔走揾投資方，反覆打磨商業方案，平衡藝術創作同市場收益。拍戲現場預算超支，演員檔期衝突，場地糾紛，海外版權談判，所有棘手難題全部由佢出面解決。徐克淨係安心拍戲，唔使煩任何冇現實瑣事，先可以毫無束縛釋放創作才華。30幾年合作，兩人一齊打造幾十部寫入華語影史嘅不朽經典。武俠系列標杆《倩女幽魂》3部曲、黃飛鴻全套、新龍門客棧笑傲、江湖東方不敗新蜀山劍俠，重塑東方武俠美學，掀起港式新武俠熱潮。江湖寫實巔峰，英雄本色重新塑造男性江湖情誼，帶動全港槍戰片熱潮。奇幻懸疑工業大片《狄仁傑》全套，龍門飛甲華語首部3 D 武俠大片，後期合拍史詩大片，自取威虎山長津湖，打通內地香港合拍市場，創下華語票房紀錄。每一部經典背後都藏住施南生精準嘅商業判斷同全局統籌。龍門飛甲籌備階段3D 技術成本高昂，行內冇人睇好，係施南生頂住壓力敲定投資，對接海外技術團隊，促成華語首部3D 武俠電影誕生。長津湖跨過協調兩岸3地團隊，龐大預算管控，海外版權發行，全程由佢主導推進。施南生係最早深耕國際電影節海外發行嘅華人監製。幾十年奔走康城、威尼斯、柏林、洛迦諾各大國際影展，搭建起華語電影通往全球市場嘅橋樑。80年代開始，佢每年帶香港電影去康城電影市場展，向歐美、日韓、中東片上推銷港式武俠劇情片，建立穩定海外銷售渠道，令香港電影風靡全球，形成80、90年代席捲世界嘅港片熱潮。90年代，佢主動接觸國際資本，推動中外合拍項目，為華語導演爭取國際創作資源。呢份跨文化、跨國界嘅行業貢獻，令佢攞到無數國際重磅獎項，成為舉世聞名嘅華人電影人。2014年，第67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獨立製片人獎，表彰佢對獨立電影、亞洲電影推廣嘅貢獻。2017年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攝影機獎，全球第一位獲得呢個獎項嘅華人女監製，站上國際最高電影舞台，向世界展示華語電影實力。入選美國綜藝雜誌全球最具影響力50位電影人榜單，係為數唔多上榜嘅亞洲幕後從業者。意大利遠東電影接終身成就獎，
彭瑤國際電影展華語電影海外貢獻榮譽。2025年同徐克一齊攞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，收穫香港影壇最高榮譽。領獎台上，佢永遠保持清醒通透，講起監製生涯，留低一句流傳行內嘅說話：做電影有3條底線，唔好蝕本，唔好失禮。多年之後回頭睇自己嘅作品，唔會後悔。呢3句說話貫穿佢40幾年從業之路，平衡藝術理想同商業現實，從未失守底線。除咗同徐克合作之外，施南山從局限單一工作室，不斷拓闊行業版圖，參與多間頭部影視公司核心營運。2002年，佢出任環亞電影副總裁。策劃出品《無間道》系列，呢套戲重塑香港警匪片格局，攞盡兩岸三地無數獎項，版權遠銷海外，仲被荷里活翻拍，成為華語警匪片天花板。之後陸續出品《桃姐》《竊聽風雲》系列等口碑佳作，兼顧商業市場同人民藝術。佢永遠願意扶持新生代導演、年輕影人，拿出資源至今發行渠道，俾新人創作機會。賈樟柯、文瀾、翁子光等好多內地、香港新晉導演都曾經得到佢嘅投資同海外推廣幫助。都要國際電影展特設施南山岩北至上專項單元，專門扶持亞洲女性導演、小眾文藝電影。佢多次親自到場分享監製經驗，毫無保留傳授海外發行項目運作技巧。圈中後輩評價佢係港片黃金時代嘅擺渡人，托舉起一代導演，亦都為後來者鋪好前路。佢從冇獨佔資源，願意將機會分俾所有熱愛電影嘅人。就算2022年免疫系統受損，身體持續虛弱，佢都冇停下行業工作，繼續參與扶持新人計劃，合拍新戲籌備，直到入院前幾日，仲係辦公室睇海外發行合約，將一生所有心血隨受奉獻俾華語電影事業。1978年，27歲嘅施南山去東京出差，認識28歲嘅徐克。嗰陣徐克只係初出茅廬，未站穩腳跟嘅年輕導演，手頭資源短缺，作品唔被市場睇好。而施南山已經係電視台高層留洋精英，前途坦蕩，身邊從無缺條揀優質嘅追求者。但佢一眼睇穿徐克鏡頭入面獨有嘅浪漫同江湖，欣賞佢不受束縛嘅創作靈魂，唔理旁人勸阻，堅定揀同佢相伴。1979年兩人正式拍拖，開展長達18年嘅戀愛時光。嗰陣徐克事業寸步難行，拍戲資源稀缺，施南山傾盡所有扶持佢，動用自己所有人脈揾投資方，領出積蓄補貼拍戲開支，利用語言優勢幫佢對接海外資源，替佢應酬所有繁瑣商務，為咗全心全意陪徐克創業。佢放棄電視台穩定高薪工作，一頭栽入充滿不確定性嘅電影行業，由高層變成專屬佢一個人嘅監製、管家後盾。創業最艱難嘅80年代初，兩人逼細辦公室，日夜打磨劇本，對接片商，曬日通宵捱夜。徐克唔識理財，唔懂人情世故，片場投資方院線所有矛盾，全部由施南山出面調停。旁人勸佢唔好為一個前途未卜嘅導演消耗自己，佢只係淡淡回應。佢有其他人，冇個才華，冇願意陪佢等開花結果。林青霞曾經評價呢段初遇同相伴，男生係真心崇拜徐克，將佢當做心中才子，心甘情願幫佢打理所有事，好似對待長輩一樣包容體貼。私底下佢成日叫徐克老爺，入面藏滿溫柔。
拍拖18年，兩人一齊創立電影工作室，拍出一套又一套票房大作，事業一路高高，但徐克一直迴避結婚話題。90年代初拍到馬誕期間，徐克緋聞風波傳遍全香港，兩人爆發好大矛盾，心灰意冷嘅施南生遠走美國散心，切斷所有聯絡。直到呢個時候，徐克先真正意識到自己嘅事業生活早就黐唔開施南生，佢放低所有工作飛去美國，拎住戒指主動求婚。1996年拍拖18年嘅兩人美國登記結婚，45歲嘅施南生終於等到一紙婚書，為18年相伴一個名分。婚前兩人講好唔生仔，徐克坦言自己細個家庭環境複雜，性格敏感古怪，唔想生仔女打亂創作節奏，提出我哋將電影當做共同仔女就足夠。施南生本身好鍾意細路，但深愛徐克嘅佢選擇完全遷就，放棄生仔計劃，將全部精力投入電影，徹底錯過女性最佳生育年齡。婚後18年婚姻生活，佢恪守約定，夫妻二人冇仔女，所有時間、金錢、心力全部投入電影工作室。就算圈中老友多次勸佢慎重考慮，佢永遠淡然。兩個人同心做一件熱愛嘅事，都係一重圓滿。相伴36年入面，徐克身邊從未斷過緋聞，各種花邊新聞長期佔據港媒版面。每次風波襲來，施南生都選擇包容體面，從公開指責、撕破臉，甚至多次出面幫徐克闢謠，維持佢導演嘅公眾形象。有老友替佢唔抵，佢就話藝術家需要靈感同火花，如果有人可以俾佢創作動力，我反而替佢開心。呢份通透同包容拎手，有人為之動容。2012年，徐克同細佢30年女助理一齊行街嘅畫面被記者影到，多年累積嘅裂痕徹底暴露出來。呢段長期失衡嘅感情終於行到盡頭。2014年，63歲嘅施南生坦然對外承認已經同徐克辦妥黐婚手續，36年相伴正式畫上句號。消息轟動全港，輿論全部為施南生抱不平，佢耗盡半生扶持對方，為一句唔生仔承諾放棄做媽媽，傾盡資源打造徐克嘅武俠帝國，最後卻分開。面對媒體鋪天蓋地追問，施南生自始至終冇半句怨言，唔指責第三者，唔控訴徐克，只留低一句通透回應：兩個人之間嘅事，淨係屬於我哋兩個，同其他人無關。最令人唏噓嘅係當年唔生仔，約定黐婚之後，徐克同女助理組建新家庭，生咗仔女，而施南生一生冇兒冇女，獨自走過萬年歲月。無數影迷、圈中老友替佢惋惜，但佢從流露半點後悔。被問會唔會遺憾錯過生仔，佢只係鬆容一笑。每個人有自己嘅人生路，何從咪後悔自己嘅選擇？普通人分開多數被自責吉，但兩人行出一段好難得嘅體面關係，知分唔拆夥。呢然係最默契嘅事業夥伴。狄仁傑系列自取威虎山等後續重磅電影，施南生依舊擔任監製，全程策劃發行，穩投資海外推廣。徐克負責導演創作工作，配合一如既往默契。2025年金像獎終身成就獎頒獎禮，兩人同台拎獎，全程鬆容溫和。徐克台上公開多謝呢座獎杯，大半功勞都屬於施南生。冇佢，我拍唔到任何一部電影。落台之後，兩人如常傾偈，冇隔閡，唔尷尬。半生愛恨，盡數歸於平和。有人問佢相伴36年，最後分開，會唔會心生芥蒂？施南生俾出答案：愛情會變，但一齊捱過幾十年嘅知己情誼，
永遠唔會消失。我哋一齊走過最苦最風光嘅歲月，呢份羈絆唔會因為婚姻完結而消散。黐婚之後12年，兩人維持佢黐適當嘅相處模式，私底下少親密往來，但行業活動、重大時刻一定互相陪伴。得知施南生2022年免疫系統受損，徐克第一時間主動關心，自動分擔兩人合作項目的所有壓力，減輕佢工作負擔。直到2026年7月病重入院，呢份跨越36年嘅情誼先完全展露無遺。7日病房守候，呢留之時貼身陪伴。徐克用行動證明，無論夫妻身份仲存唔存在，施南生永遠係佢生命入面最重要嘅人。施南生猝逝之後，徐克全權牽頭處理所有追思、告別事宜，整理兩人30幾年合作嘅電影、舊相、籌備紀念展。佢對外坦言：36年，佢陪我由一無所有走到今日，往後餘生，我會幫佢守好我哋一齊創造嘅電影江湖。佢係個施南生一生最珍貴嘅特質，係刻入骨子入面嘅獨立同清醒。年輕時佢有富裕屋企、頂尖學歷，本來可以過安穩順遂嘅精英生活，卻主動奔赴熱愛嘅電影行業，相伴徐克36年。外界晒日將佢定義為徐克背後嘅女人，但佢從未失去自我，永遠有獨立事業、獨立思想、獨立人格。黐婚之後12年，恰恰係佢個人事業巔峰期。拎到柏林金攝影機獎、樂家樂獨立製片人大獎，獨自策劃多部口碑大片，以獨立電影人身份站上國際舞台，唔需要依附任何人嘅光環，單憑自身實力收穫全球行業認可。對待感情通透闊地，愛嘅時候傾盡全部真心，放手嘅時候體面唔糾纏，唔罵唔鬧唔怨恨。留低彼此最後尊嚴，面對事業堅守底線，平衡藝術理想同商業現實，唔隨波逐流。面對病痛驚人人，4年免疫系統損傷，極少對外辛苦，唔想消耗旁人同情。林青霞評價佢：南生係我見過最有型、最洗脫嘅女人。既有江湖俠女嘅風骨，又有女性獨有嘅柔軟善良，活成所有女性向往嘅模樣。鏟走影壇金牌監製嘅光環。私底下嘅施南生溫和善良，長期默默投身公益，扶持弱勢人士、年輕創作者，從唔刻意宣揚自己嘅善舉。林青霞喺書入面披露，施南生好早就簽好人體器官捐贈同意書，計劃猝逝之後將器官用於偽學研究，以另一重方式回歸世間。對一生冇仔女，卻將溫柔分俾所有後輩、幕後工作人員、劇組員工回憶。拍戲期間，佢從唔擺高層架子，體諒場務、臨時演員、幕後人員，主動改善劇組食宿待遇。遇到屋企環境困難嘅年輕新人，無償提供資源、資金扶持，唔求任何回報。圈中後輩提起佢，冇一唔敢念佢嘅包容同提攜。佢手握行業頂級資源，卻從唔會高高在上，願意耐心聽每一個年輕人嘅電影夢，盡全力鋪路。施南生嘅猝逝，標誌住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初代開創者又一位傳奇落幕。佢留低嘅係橫跨40幾年、幾百部經典電影構建嘅東方光影宇宙，係打通中西電影市場、令華語影片走向世界嘅成熟發行體系，係女性從業者、係男人壟斷行業入面站穩腳跟、實現自我價值嘅榜樣，係平衡藝術同商業、堅守職業底線嘅行業準則。佢用一生證明幕後監製唔只係簡單嘅後勤管理啫。
而係一套電影嘅靈魂掌舵人，女性一樣可以擁有宏大視野、全局統籌能力，撐起3個行業嘅半邊天。到今日，香港電影從業者、內地年輕監製依然將佢當成行業標杆，學習佢嘅製片思維、國際視野同職業風骨。2026年7月13號夜晚，施南生走完75座人生旅程。4年同免疫系統疾病嘅漫長對抗，7日全港影人輪流探病嘅溫暖點滴，36年同徐克榮辱與共、愛恨坦蕩嘅半散情緣，捧實在深耕華語影壇，締造無數不朽經典嘅傳奇事業，並湊出呢位光影俠侶完整而厚重嘅一生。到上海出世，香港成長，周圍飛各國電影節闖天下，識財務、識市場、識藝術、識人情，可以係談判桌上運籌帷幄策劃億萬規模影視項目，亦都可以係病床前輕聲傾偈，看淡半生得失。愛嘅時候傾盡熱誠，放手鬆容體面，事業鞠躬盡瘁，待人永遠心懷善意。大眾總中意將佢綁住徐克個名，但回望佢完整人生先會睇清楚，施南生從來唔係邊個嘅附屬品，佢係獨一無二手握光影嘅掌舵人，係撐起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幕後俠侶。銀幕之上，倩女幽魂嘅鬼魅柔情，黃飛鴻嘅家國俠義，新龍門客棧嘅江湖快意，英雄本色嘅兄弟情誼，每一格菲林都刻住佢半生心血。銀幕之下，佢坦蕩通透嘅人生態度，獨立清醒嘅女性力量，長久影響一代又一代影視從業者。病痛終會消散，歲月亦終會落幕，但佢親手締造嘅光影江湖永遠流傳。如施南生女士放下世間所有病痛，去往無拘無束嘅光影夢境，一路走好，俠侶不朽。